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22號。這一期咱們聊一聊韓紅走個面兒。最近晚上韓紅翻車比較熱鬧，也上了熱搜。韓紅走個面兒，韓紅怎麼就翻車了？這還要從一部電影說起。2026年6月17號，北京展覽館劇場，馮小剛的電影叫《抓特務》首映禮現場。馮小剛作為導演，攜雷佳音、胡歌等主唱亮相，而韓紅作為全片作曲意外成為焦點。而韓紅她不僅動情地講述自己一幀一幀對着畫面寫音樂，邊寫邊哭，強調自己是北京胡同長大的軍人，比那個肖大力大概是抓特務裡面的一個人物，比他還要一根筋。最後說到动情的地方，直接開始喊話，大概就是喊麦了，是吧？咱們北京的兄弟姐妹、爺们儿、娘们儿，能不能走個面儿，把這第一波票房帶起來？直接就喊大家來買票。咱北京2000多萬人口，您受累，您走個面兒。現場掌聲還是有一些的。韓紅叫走個面兒，他這個片段一剪一發到網上就炸鍋了。所以我今天也來聊一聊這個走個面兒。說實話，我對韓紅個人沒有什麼偏見，韓紅做公益，韓紅也很熱心等等。但是咱們就事論事，就他說的走個面兒，咱們聊聊這個事情。我想大家恐怕在網上也刷到了很多評論，我當然聊的稍微不太一樣一點。為什麼？我們聊問題要聊到根源，這種現象它是怎麼發生的，是聊到背後，而不是聊表象。這表象沒有意義。當然了，我只是拋磚引玉，聊根源，我也不一定就能聊得清楚，但是我總比那些不聊根源的要強，已經往前走了一步。咱們不能浮表面，就票房聊票房，就電影聊電影，那這個實際上很專業，那不適合我來聊，因為我畢竟不是電影行業的。但是我想到了一個人，就是我們萬人敬仰的加托老師。我們的加托老師跟韓紅這一比，我倒覺得加托老師倒是個實在人。他那個電影叫什麼？眾家之下是吧？人家拉票房，人家好歹還出了一碗麵，你這要走個面，人家出面，對不對？人家去了一人一碗麵，這一比較啊，你就發現這個娛樂圈的人更不靠譜。我們的加托老師，他雖然和這半道出家改行是吧？從一個街頭藝人，加托老師也算是娛樂圈，是野生娛樂圈是吧？民間娛樂圈，打把式賣藝也算是娛樂圈的人物。但是加托老師好歹是吧，把自己當個文化人，穿着長衫的是吧？所以說這個不好意思直接開口求人，好歹送碗麵。你看到了韓紅這兒就赤裸裸的，北京的兄弟姐妹、爺們兒、娘們兒，2000萬的北京兄弟姐妹、爺們兒、娘們兒，一個人去買張票，票房就起來了是吧？第一波票房就起來了，我們就經常是遙遙領先。本來是有情有義，行業互助佳話。但是被韓紅這麼一喊，對吧？這麼赤裸裸的在各大社交平台發酵，形成一場輿論翻車。截止到我做節目這個時候，抓特務的票房似乎還是不堪入目。什麼叫不堪入目呢？反正比加托老師的票房稍微好點，但是我看也要歸類為虧損一類。據說他這個投資是2個億，但是到目前為止好像票房在1000多萬吧，2000萬。反正不多，要想達到2個億夠嗆。你要知道，票房2個億，他也回不了本兒，因為院線還賺錢呢。人家把他電影白放是嗎？人家這個那些清潔工對吧，收拾放映廳的阿姨對吧，這還要撿那個瓜子殼，掃瓜子殼，裡面亂七八糟什麼都有，對不對？衛生紙那不花錢嗎？電費不要嗎？所以說2個億的票房，那他也是褲衩子都賠飛了。這絕對比加托老師配的要狠。加托老師那個畢竟是小成本小制作。當然了，我對這個抓特務我也沒看過，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。這電影本身不重要，好像我看到媒體報道，這個抓特務是去年國慶檔準備上映的，但是因為國慶檔票房是不是慘淡，還是說今年五一檔？總之它是已經挪了，就本來是那個時候上映的，但是那個時候票房比較慘淡，它那個時候那個上映的片子也多，主要這個內卷嘛，各種新片子特別多，一下上了10幾部，然後他這個他導演心裡有數，這個主創制片方心裡有數，這片子到底幾斤幾兩，所以他知道那個時候上那肯定是褲衩子都賠飛了，所以他就投機取巧，
把它延遲上映到了端午節这個檔期。那麼端午節呢，沒有什麼新片，新片少，競爭沒那麼激烈，結果啊，就這個一樣的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。所以這個電影本身我不知道，我們聊聊這個現象。首先韓紅說2000萬北京老少爺們兒、娘們兒、爺們兒，對吧？這個就典型的叫什麼？眾人拾柴火焰高，一個人來一票，我這不就上去了嗎？但是電影是這麼回事嗎？那你這玩意不跟傳銷是一個道理嗎？對吧？如果說你不講電影本身好看不好看，我願意不願意這個付出，為這個去買票，去進電影院看，而僅僅是你號召我就去，那和傳銷有什麼區別呢？傳銷賣石頭嘛，傳銷是不是啊？我號召，對吧？大家一個人來交一份錢，然後領一個石頭回去。老少爺們兒2000萬人，如果人人都來加入，你要知道賺多少錢吗？那個傳销的投資就变成，对吧？福布斯排行榜一個道理，就是你脫離了本身，讓人家買單。這個大家買不買單，你還是根據個人喜好對你這電影的評價，對吧？你電影本身吸引不吸引觀眾，對吧？你不能說成績都算你電影行業的，錯誤都是觀眾的。你現在電影不行，也不能說咱們好像全球影視行業都在衰落，那這個整個電影行業日子不好過，你不能怪消費者，對吧？你要多從自身找原因，為什麼消費者不願意去看了？那現在當下的環境變了，对不對？整個的消費環境也變了，那你電影行業應該怎麼改革？應該往哪方面改，對吧？怎麼樣能抓住用戶，對吧？怎麼樣跟這個自媒體，跟這個叫什麼短視頻，對吧？跟現在的這些去搶消費者，怎麼樣把消費者再搶回來，搶到電影院去，是你這個電影行業都要思考的問題。而不是靠你買票喊票，對吧？求求大家都進來，我們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我們的電影行業就起來了。首先是我這個電影起來了，我配曲的，对吧？這個電影先起來，也就是說他不從自身找原因，是吧？把這個事情簡單為你們每個人買一票就行了，那是這麼回事嗎？你這個電影我們要給面子，走面買票，下一次張藝謀來了，我們是不是也要走面？也要來給他來一票，那再下一次其他的導演都來了，每個導演我们都要走一票，我們有多少票可以走？不是叫走一面，我們有多少面子可以走？那面子需要里子支撐呢，對吧？需要口袋，需要錢呢，對吧？你咋不走個面呢？走個面請大家一個人吃碗面，是不是？你學加藤老師，這個電影行業是吧，已經被慣壞了。電影行業是這個暴富制造的機器，那些明星就露個臉幾十萬幾百萬，對吧？去拍個電視劇1集100萬，對吧？隨便拍個電影那都是上億，按億來算片酬，這還不算，有多少演藝圈的這些人個個身價幾十億，他都是拍電影拍出來的嗎？這個我們以前說過，對不對？他都是在資本市場割韭菜，就是我們這2.4億或者2.8億韭菜股民，對吧？拿錢就是這麼走面，一人一票買出來的，人割韭菜的割到手軟呢。你說那些明星，對吧？各個身價多少億的，你以為他是一集一集拍電視拍出來的嗎？拍了多少部電影賺的嗎？他不是，他是通過拍電影拍電視，然後在資本市場放大。那這個冯小剛也沒少賺錢呢，對吧？冯小剛跟那個華誼兄弟，這個華誼兄弟現在破產，玩不下去了，對吧？這個電影行業搞到目前這個樣子，他們難道沒有責任嗎？他們反省了嗎？他們打着燈籠照了自己嗎？成績都是他們的，成績就是錢，對吧？所以说你看上海那個30萬一平的房子，2個億一套的，買的都是些什麼人呢？很多都是明星，他們錢從哪兒來的？不就是我們走個面走的嗎？這面走的太多了，把他們慣壞了，所以他們現在已經不會自我反省，他們只要這個票房不好，他就認為是觀眾不看，那是觀眾的問題。他覺得自己這電影拍得還不錯，感動啊，流淚是吧？我別一幀一幀的看，邊流淚邊寫，那你叫自我感動。你沒有感動觀眾，你自我感動有什麼用？你自我感動，那你是在為你那個30萬一平的房子，對吧？2個億一套的，你在為那個感動。這裡面我不說韓紅這個人怎麼樣，你韓紅他多年來，對吧？以公益形象深入人心，哪兒有災哪兒有難，他是第一時間去，對吧？你不管怎麼說，他反正在這一塊給人感覺還是不錯的。
但是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就是韓紅個人沒問題，但是恰恰這個社會很害怕一種人，哪種人呢？就是我們這個先賢說得好，叫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對吧？你自己都不願意幹的事情，你不能讓別人幹。但是這個是什麼？這個是底線，大家記住了，你這個是對你要求的底線，就是你自己不想幹的事情，不能讓別人去幹，是吧？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你都不喜歡的事情。但是反過來，更可怕的一種，更糟糕的一种，就是我認為好的東西，我叫推廣，你們每個人都必須接受，這是最壞最壞的。這個社會，我們前幾天做了一個節目，是吧？極少數人制造了極大的災難，為什麼？就是有很多理想主義者，他們認為，哎，這麼好的事情就應该大家都要遵守，強行推廣。比如说，对吧？韓紅個人，人家是有道德要求的，對吧？人家做公益，他獻愛心，但他拿這個來要求自己沒毛病，這個絕對是可以給他鼓鼓掌。但是拿這個你去要求別人的時候，這就錯了。你這玩意儿，你這叫道德綁架。就是有很多人他不理解這一套，对吧？你這個東西你可以要求自己，我做獻愛心，对吧？我公益，我走面，我對朋友講義氣，對吧？我對吧？這個窮苦人，我對受災受難人，我抱有同情，沒毛病，這都是非常好的品德。但是你要把這一套去強行讓別人遵守，把你認為好的東西，別人必須要遵守。那你這個幸好他沒有掌握權力，如果他要掌握了權力，那這就是一場災難了，對吧？我說韓紅的個人熱心、個人操守、個人的經歷、個人的價值追求沒毛病，我在這兒不過多做評述，因為說實話我對他也不太了解，對吧？我看到他的宣傳也少，我也不太喜歡看這些東西，因為我本人我就不捐，對吧？我就不相信這些東西。那麼韓紅能在那個場合喊出，對吧？2000萬北京的爺們兒娘們兒走個面，把這第一波票房拉起來，我想這是他發自他肺腑的吶喊，沒毛病。但是啊，壞就壞在這世上，你可以自己去買張票，你可以出錢買，對吧？幾千張票送出去獻愛心，但是你不能要求別人掏錢，不能要求別人跟你一樣，對吧？這個我想很多人應該能理解吧。所以我經常做節目的時候，有的時候用詞比較污穢不堪，我自己也覺得。但是有的時候你不這樣，你沒有辦法，就是感覺把這個事情說明白，把這個事情把大家給敲醒。就是說，有人覺得屎好吃，那你自己去吃不就完了嗎？他非得強迫別人吃，那這就不對了，對不對？就是你要覺得好吃，你自己偷偷摸摸坐那吃，或者你光明正大吃，對吧？沒毛病。但是你不能強迫別人吃，你可以講道理，你可以說吃這個有好處，對吧？這個低熱量，對吧？這個減脂餐，但是你不能強迫別人吃。所以說，我認為韓紅喊出來就不對，對吧？你不能以己度人，更不能道德綁架觀眾。現在到了整個電影行業集體反思的時候到了，電影行業未來還有沒有前途，對吧？你靠你這種喊票走面能撐下去嗎？當然了，這不光是中國的電影行業，在全球電影行業都一樣，這個行業，對吧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啊！你不能靠這個走面來拯救一部電影，对，拯救了你這一部，那別的電影要不要拯救？這是對吧？我認為這個有點這個道德綁架。但是有人說，那人家喊票沒毛病，但是你願意買你就去買唄，不買就算了。這麼說有一定的道理，就是那就畢竟他沒有強迫你去買。但是你韓紅喊出這個，實際上就已經說明問題。電影本不該是乞丐，觀眾更不是恩主，本來是一個你情我願的這麼一個，對吧？消費者、觀眾花錢是買他那1-2個小時，買的是內容，買的是，對吧？這種即時愉悅、感動、消遣。而電影呢，對吧？它不僅有商業價值，賺到錢了。它還有一些，對吧？其他的這個人文價值本身是互相成就，所以說這個韓紅走個面，恰恰撕下了這個電影行業的最後的遮羞布，有點像沿街乞討了，實在是混不下去了，對吧？2026年娛樂圈經典尷尬瞬間，對吧？它這個不是韓紅，甚至也不是馮小剛個人失敗，標誌着整個電影行業衰落，而且迷茫。沒有任何這個希望，也找不到希望嘛，所以最後只好出來喊走個面，
但是我想說的是什麼呢？難道只有電影行業一個行業這樣嗎？大家想一想，現在經濟不好，各行各業都跟電影行業一樣在示威，對吧？路越来越難走。實際上各行各業裡面，像韓紅這樣喊票的、走面的，早就層出不窮，只不過我們沒有去關注它。因為娛樂圈呢容易引爆，對吧？因為他們的流量大，他們的關注的人多，口水多，所以韓紅一個走面一下就爆了。各行各業像韓紅這樣走面的，他早就有了，對不對？他只是沒有韓紅這個爆的厲害，影響傳播的遠，對吧？你比如說吧，大家還記得吧？一個房地產專家也叫孟小苏，曾经就提出个雷人的觀點，是吧？跟這個韓紅是一樣的嘛？我記得是2年前吧，反正具體時間我不記得了，大概2年前或者3年前。他說啊，我們的居民儲蓄有100多少萬億、150萬億啊，那麼多錢，對吧？我們現在房價現在這麼跌，如果有一半的人，對吧？或者1/3的人把錢拿出來去買房，房價就止住了，何愁房價不漲呢？大家還記得嗎？這不就是和這個韓紅的喊票異曲同工之妙嗎？對吧？廣大儲戶們走個面兒，對吧？咱們有150萬億呢，走一波，對吧？把房價拉起來，不一模一樣嗎？有什麼區別呢？對吧？這個房地產專家跟韓紅跟這個馮小剛一樣，他不找行業自身的問題，他找買家的問題，也是你們不買，對吧？就寄希望大家走一波，走個面兒，這不一模一樣嗎？有什麼區別呢？我看有媒體報道，這個2024年前後房地產低迷期，多地出現基層動員，有錢不買房者被約談，就是你有錢不買房，然後約談你。青島街道辦要求對銀行巨額存款居民提醒談話，將促銷房產與政績考核掛鈎，對吧？當地官員甚至就按這個銀行的那個存款，誰最多叫來談話，走個面，買2套，對吧？你買一套，我買一套，每個人買一套，這房子就穩住了。所以有很多專家學者還有官員建議啊，政府來托底，民眾多消費，對吧？提出借鑑硅谷銀行模式或設立中國儲備房公司，呼籲居民儲蓄轉化為房產投資。所以網友評論，專家自己不買房，讓老百姓接盤，這和韓紅的喊票有什麼區別？對吧？都是將行業地方債務風險轉嫁給普通的儲戶、普通的消費者，將一個垃圾片轉嫁給普通的觀眾，不一樣嗎？難道只有樓市這樣嗎？股市也一樣的，咱們的紅綠市場，那對吧？支撐紅綠市場的，那不就是那些專家說的？你看我們存款搬家，對吧？每個月只要存款一少，馬上就說存款搬家救市了，存款搬家搬到紅綠市場了，對吧？證券專家盼儲戶存款搬家救股市。2025年金融數據多次顯示居民存款減少，非銀存款增加。券商研報樂觀解讀存款搬家入市，預計數萬億資金流動，對吧？甚至有券商，比如中信證券測算說，將近5萬到9萬億間接入市，這反映了什麼？一樣的嘛，對吧？這是他們日思夜想的，房地產專家呢一樣的，就是盼着儲戶趕緊，對吧？你去接盤入市，這還不錯，對吧？你以為只有房地產和資本市場這樣嗎？大家再想一想，家電下鄉，一波又一波的家電下鄉。這一次新能源汽車下鄉，本質上跟走個面一樣。現在靠農民兄弟走個面，對吧？買點電冰箱、洗衣機，這個城裡面過剩產能賣不掉的，對吧？還有那個新能源汽車賣不掉的，農民兄弟來走一波，對吧？還有專家建議是吧？叫刺激消費。什麼叫刺激消費？明明牛馬韭菜收入不高，對吧？收入越來越少，完了要失業，對未來預期不好。然後專家還要建議是吧？刺激消費，怎麼樣刺激？刺激消費和韓紅喊走個面有什麼區別？你反正都是掏錢嘛，是吧？你就掏錢，至於那東西好不好，給個面子嘛。那消費不也是嗎？對吧？你至於你需要不需要，你真的是願不願意買單不重要，對吧？你給個面子，大家都去消費，消費不就起來了嗎？消費起來了，這個企業就有錢了，企業有錢了，
企業就會發工資、發獎金，那大家收入多了，又有錢去買，形成一個正向循環。所以說来說去，就是這些問題的共性，就是把那個結構性問題，就是我們這個內部遇到問題了，這個行業，對吧？比如說房地產，這個是因為槓桿造成的。你要不是槓桿買房，你是全款買，這漲跌你不至於破產，無所謂，是吧？你已經把它当成消費了。所以你看樓市這個由於槓桿造成這個很多悲劇，而股市呢主要是投機炒概念，追涨殺跌，股市投機，对吧？那什麼冰箱、彩電、新能源汽车呢？那是產能錯配，對吧？消費疲軟，那是，對吧？把這些問題，專家、經濟學家，他通過一種話術啊，就像韓紅一樣，把它巧妙的一變，內部問題變成一個外部來解決，就是你來買單就行，對吧？你來走個面就行，是不是把這個內部問題就掩蓋了，對不對？哎，真要按照這個房產專家孟小梭的建議，我們储戶把錢拿出來去買房，好，房價就穩住了，那房地產的問題就解決了嗎？深層次問題解決了嗎？哎，真像證券專家說的，我們把存款搬家，去高位接盘，去站崗，那資本市場的問題就解決了嗎？就好了嗎？農民兄弟，對吧？家家戶戶都買了冰箱、洗衣機，現在買新能源汽車，那是不是這個產能問題就解決了？對吧？明明是供給端出問題了，卻要需求端來給面子，那問題不就是這個嗎？所以我們歸根結底，所以我們再總結一下，實際上就這個就恰恰反映我們喜歡，那就是不光是什麼電影行業、房地產、資本市場，對吧？什麼電冰箱、洗衣機、家電行業，不光是行業，而是我們自身，对吧？我們一種習慣就是把責任推給別人，把希望也寄托在別人身上，一切都是別人，对吧？唯獨他不看自己，不把電筒、不把燈籠照一照自己，對吧？他都是照別人，要麼是你的責任，對吧？是你給你發個口罩，要麼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你來的走個面，对吧？要麼不是你破壞，就是你，要麼你來擔救星，對吧？你來站崗，你來走個面，你看看他唯獨不把这個聚光燈照向自己，你看是不是這個問題？不從自身找原因，這就問題所在，這是一種典型表現。所以說，從韓紅高喊走個面，實際上折射的是當下我們整個的生態，就是我們習慣從別人身上找原因，不是你破壞，就是你不給面，對吧？就是你，對吧？你要麼是破壞的人，要麼你就是救星，對吧？你來救我，你來站崗，對吧？你來買房，這是典型的叫責任外移，對吧？明明是電影拍得不好，質量不行，達不到預期，大家不感興趣，卻要求觀眾為情懷買單。明明是房子多了，對吧？房地產的高槓桿，房地產的庫存多，是吧？供應太大，卻盼着老百姓把存款拿去買房，對吧？各行各業都一樣，就是我希望你來買單，我繼續舞照跑，舞照跳，馬照跑，我還是按照那個來，對吧？你們來買單就行。你比如說各地新能源汽車，很多汽車它已經破產了，遭到市场淘汰，根本就賣不掉。但是由于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就不让这样的企業破產，不停的找新的資金、新的接盤方、戰略投資者來重啟這個企業。本來這個產能是要淘汰，對不對？有很多這樣的新能源汽車現在死而復生，為什麼？那你說這樣的話，產能能淘汰得掉嗎？你政府源源不斷的拿大頭的錢去救它，地方政府，然後最後再來喊，對吧？讓我們本地來走面，對吧？你比如說這個哪吒汽車在江西。當然不是說哪吒汽車要重組，我是舉例子，那江西地方政府就不想讓它破產，一破產就打水漂了，好，他就找什麼戰略資產、戰略這個投資者來重啟它，再給它輸血完了，這個那些車生產者怎麼辦呢？號召江西人給個面走一波，對吧？我們江西有這麼多人，人手買一輛，那不就活了嗎？是不是這個邏輯啊？你看這邏輯完全一致啊！這種實際叫短期穩住表象，掩蓋長期的矛盾積累，最終放大系統風險，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雷往後滾，越滾實際上越大。你不如讓它現在爆了，大家清醒，出清，
滾到後面只能越滾越大，那個時候破壞力更大。那我們還得要往深處聊一聊，那這種現象它到底怎麼產生的呢？那跟我们的傳統文化5000年的歷史有沒有關係呢？所以從文化上來講，我們也有這個文化的因素。你比如說，我們崇尚集體主義、人情面子，這種都是我們對吧？傳統文化裡面揮之不去的，都是非常鮮明的，互相給面子，花花轎子人人抬，對吧？這個眾人拾柴火焰高，对吧？添磚加瓦，你一塊磚我一塊瓦，一個宮殿就蓋好了。我們的文化深受儒家還有集體主義的影響。集體主義嘛，說什麼呢？就是犧牲我一個，對吧？大家犧牲小我，成就大我，成就集體。那小我就是什麼？就是我們每個人，对吧？你花30塊錢買張票嘛，受點損失，对吧？大家都去買，那你看那個電影不就好了嗎？那他那個票房不就起來了嗎？對吧？我們消費者是個人，那個電影我們一起去，那電影就成了個集體，是吧？集體的這個成果或者是這個象徵。《論語》克己復禮，天下為公。對吧？這些實際上都是某種程度上都是指向集體主義，對吧？導向群體優先嘛。但是實踐中容易異化成以集體名義壓制個體理性，這就是加特老師所推崇的，對不對？所以說他拿面，好歹加特老師是拿面出来啊，請大家对吧吃面，然後再去看電影，這麼多小我，對吧？匯集到電影院，就成就了他那個大我集體嘛。可惜他操作失敗嘛，對吧？所以說，在這種集體主義這種熏陶之下，我們個人比較容易接受為大局犧牲小我，所以韓紅他才喊出這句話，移花接木，對吧？實際上，他敢喊出這句話，實際上就是根植在，對吧？集體主義對我們的影響上。但是我們的這種集體主義搞了這麼長時間，更多的是，對吧？這個小農經濟。家族小圈子，但是真正的涉及到公共領域，尤其是陌生人的公共領域，那完全就是对吧？你比如說前一陣子湖北那個歌肆陪舞是吧？說明這不就這現象嗎？當然最後還有其他的原因導致的，強化了這一現象，那這個咱就不說了，大家自己去思考吧，對吧？誰推波助瀾，誰強化了這種現象？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，我們任何問題以後任何困難，最終都會演變成韓紅這樣的走個面兒。當然了，它還有其他的形式，實際上本質是一樣的，就是要求你犧牲一下，對吧？扛一扛，困難就過去了。褲腰帶再勒緊一點，對吧？那就以後換成什麼呢？換成對吧？老少爺們兒，褲腰帶再緊一圈，我看這一天也不會太遠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。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